看来我长生堂的名号是到今天为止了。前辈好眼光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事到如今，不如我降了你们。凭我这一身的道行，对你万毒门、鬼王宗。 于都城外，你夺走我的灵石，这些账，今天也应该一并清算了。玉阳子，些年你将碧瑶囚禁在流星湖那一夜，可有想到10年后的今天？ 我落得如此下场，金玉，玉阳子临死之前受到了极其惨烈的折磨，血气修为散尽，最后筋脉寸断，骨骼尽毁而亡。会不会是他做的？的确是嗜血珠吸摄之力，多半是他所为。若非玉阳子要抢夺灵石，毁去碧瑶复活之机， 他也不会如此。魔教已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。鬼王宗、血公子，连那些丧心病狂之徒，听闻他的名字，也无不闻风丧胆。他只是被鬼王的邪术迷了心智。不，他从来都是意志坚定之人。 就连3派会审也无法让他开口，所以在这个世上，除非他愿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他的意志。世上唯有一种邪术，可以扭曲一切，摧毁一个人的精神，那就是恨。 你这神出鬼没的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走开，你让我好找啊你！既然我已经答应，约好了在这里等，就不会爽约。总是跟着我做什么？鬼王，鬼王让你来监视我，不是监视你，
他就是担心你会遇见以前青云的同窗，你这个人他又重感情，万一被他们利用了，这多虑了，我根本没有打算跟他们碰面。再往里走，还不知道有多大呢。别神水没找着，你先栽水里了。你管好你自己吧。其他门派的进度如何？哦，青云跟天音在一块儿，焚香谷的单独一波，正往内泽走呢。哦，还有，你之前不是废了玉阳子的修为吗？离开之后，秦无言动手把玉阳子给折磨死了。哦，秦无言。弟子与鬼力、金瓶儿联手杀掉了玉阳子，长生堂已彻底解决，从此江湖上再无此派。玉阳子素来诡计多端，狡兔三窟，临死之前没耍什么花招吗？玉阳子不敌我们三人，死前不住哀求，一世英名竟付诸流水。鬼力居然还一时心软，只是以噬魂吸走他的修为，废去他全身的功法，想要饶他的性命。那你之后是否又补了手段？长生堂毕竟有数百年的基业，弟子怕玉阳子死灰复燃，是以补了一计，将他杀死。何止杀死啊！先前师父派我去找你，我见你不仅将玉阳子全身经脉震断，还废了他全身的关节，又在他身上下了虫蛊，生生把他折磨到死为止。没想到啊，你与玉阳子之间居然有这么大的仇恨，难不成是因为10年前你没有做成鬼王的女婿？师父，当年青云一战，玉阳子跑得最快，如今更是斗胆与我万毒门争抢宝物。临死前，更是对师父您出言不敬，所以我才下此辣手。弟子绝无私心，请师父明鉴。哼哼，长生堂已灭，我就姑且信你。不过，至于有没有私心，那还得看你之后怎么对付鬼王宗和那血公子，为万毒门夺取宝藏。是。
不如我们就带他一起吧。好吧，那大家一起走吧，都谨慎些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碧瑶，师妹。张小凡，欺师灭祖，叛教投敌，亏你做得出来！怎么了？故人重逢，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听说你现在的名字叫鬼力，还当上了鬼王宗副宗主，果然你成了鬼王的女婿。不过依我看，你只不过是个鬼女婿罢了。别追了，你没事吧？王二字，是因为其中充满瘴气，没有辟毒珠极难通过，而且这瘴雾中还潜在许多其他致命的危险。无言，你是准备用这毒瘴来对付薛公子吗？师父，先前我也在鬼力身上动过手脚。趁着他用噬魂吸摄玉阳子修为之时，释出毒粉，一同吸入嗜血珠中。鬼力身上的嗜血珠又是制邪之物，将吸引周围的毒物放大毒性。待他们深入沼泽后，必将精神错乱，看到各种幻象，癫狂而死。很好，不愧是我最看重的关门弟子。那青云门的人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师父，这林中瘴雾足够替我们驱除敌人。待他们头晕脑胀，再出手也不迟。青云弟子恐都随身带有避毒之宝，我看还是早下手为强的好。如今林金羽跟陆雪琪的修为已今非昔比，连玉阳子都不是对手。那是玉阳子太过轻敌，算计别人不成，反中了敌人的埋伏。师父，鬼力和金瓶儿想必已进入内泽，我们需要赶时间。抢先找到天地宝库，最好还是不要去招惹那帮青云弟子。此话有理。
既然现在青云弟子已今非昔比，若等他们赶上来，岂不是更加麻烦？这样，就由你出面去解决他们，我带着其余人继续赶路。白肚子，在。你带领一队人去跟踪青云弟子，干扰他们，随时传递信息，以便无言布置陷阱。是。还好出发之前准备了必读的法宝，还有灵药，要不然这雾气这么重，恐怕是难以久撑啊。是啊，都走了几个时辰了，也不知道这林子还有多大。金宇，你要不要歇息一会儿，让我来替你开路啊？金宇，金宇。也不等等咱们，还不是因为你被蚊子咬了，怕你中毒，这才等了一会儿嘛。哎，我早就抹了避毒药了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你们听，什么声音？小环，小环！哎，副宗主，这小环，这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我有药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小凡哥哥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担心，他没事。他脸那么白，怎么会没事？脸色白，那多半是因为他那法宝上那个嗜血珠闹的。
力。好的，鬼力哥哥。我们副宗主这么凶的一个名字，被你加一个哥哥，一点都不可怕了。我喜欢，要你管。我，鬼力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别逞强啊！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你别逞强啊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虫子只会越来越多的。冲出去，不可妄动。万一整个树林里都是虫子怎么办？李寻，陆师妹好眼力。叔叔，你表兄我以德报怨，你都不用谢我是吗？什么余都城主，还不是要靠别人来救你性命？叔叔，别理他们，先找到小环要紧。什么？这么多青云弟子，居然把小环弄丢了？她可是平凡女子，不会什么法术。哎，师叔，等等。他要去送死，随他吧。周围四周到处都是虫子，你们连命都不要了吗？陆师妹，切不可冲动行事。之前跟你们说过，让周小环回去，你们非是不听。如今叔叔去追了，如果我们再去追的话，谁去阻止魔教？我等切不可因小失大。因小失大。师兄，叔叔跟小环的命，难道不比异宝贵重吗？曾叔叔也是我的师弟，我怎么会不看重他的性命呢？只是这林子里的虫。怎么还没醒啊？你这药不灵啊！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会不会不是瘴气啊？鬼力哥哥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，醒醒！鬼力哥哥。
我是在做梦吗？我不是。我不是。碧瑶，这10年我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你，哪怕走到海角天涯，我也记着自己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复活你，一定会兑现当年的愿望，找一个谁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，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。小环，你快叫醒他呀！让他死在梦里岂不更好？丧家之犬也敢拦我，杀！小环，带着鬼力快走啊！鬼力哥哥，快醒醒！鬼力哥哥，鬼力哥哥！金瓶儿，别以为你依附了鬼王宗，就能对付万毒门。小心你合欢派和于都城所有的姐妹都死在我万毒谷下。我怎敢得罪毒神前辈？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才受鬼王驱使。如果万毒门和百毒兄愿意收容于我，我也是自然愿意为你效力。小环，你们快走啊！走。金瓶儿，你居然对我生昧心术！走。鬼力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没事吧？哎呦，好险呐！刚才咱们3个人的性命差点就交给百毒子了。等你回去了，想要什么，我自会帮你完成。我不要什么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我也应该尽点力嘛，省得小姑娘还埋怨我做个属下都不够格。哎，来，我中的应该不只是瘴毒之气吧？你吸入了太多物瘴，所以才会产生幻觉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物瘴只会朝着你聚集，别的人都还好。我刚才已经帮你封住了数脉，能够暂时缓解。不过已经进入到体内的毒素，只有靠你自行调息才能化解。在这里沼气毒瘴弥漫，这段时间你最好不要与人动手。一旦动起手来，体内的真气运转，只会让你吸入更多的毒素。居然大意了，辛苦你了。麻烦你把小环送回大王村。不，鬼力哥哥，你现在毒伤还未清，
我先和您一起，可以吗？我已经是魔教的人，我也不是什么正道弟子啊。你放心，等你好了之后，走出死泽，我就一定回去。现在万都门的人多半都在找咱们，进也凶，退也险。再说了，青云门那帮人也都没什么准谱，还不如有我护着小环，一路前行。我有任务在身，不能看着他。你放心，我会负责保护他。鬼力和金片儿联手，弟子不敌，带回去的人手也折在了他们手上。鬼力中了我的毒，自然会毒性加深，你何必那么急着出手？鬼力有没有中毒，我根本就没看出来。师傅，青云门的人已经朝我们这边推进了，很快就会赶到咱们这儿。无言，你有何对策？前方有一片睡莲浅池，可以下浮萍之毒，来阻碍并杀死敌人。他们的修为这么高，恐怕浮萍还不够。无言，养了你这么久，该到了用你的时候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饶命！师父，师父。不必再说了，为师不会让你太难受的。速速去步血海古镇吧，早些杀死那帮人。为师在内泽等着你回来。是。师父，钱无言他一直都有反心，弟子担心他勾结青云的人，反咬咱们一口。哼，为师操控的这么多年，他体内的虫蛊早已渗入全身，他不敢这么做。
我想起来了，毒公子是吧？无耻！是，那小子的确是无耻。我说你无耻，你比你口中的张小凡还要无耻！碧瑶，别跟着我！你要去哪？否则我杀了你！他从我记事时就在赌，赌生死，赌运气，赌命。我很想知道，你们之间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？终有一日，他会想起从前的事情，也会为了你张小凡而死。张小凡，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身上才负有责任，也不要以为只有你会为了他的死而难过。许阳子，你毁掉了复活碧瑶最后的一丝希望。今日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永不超生！一边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。